为着要甲这进口的蚵仔来竞争，嘉义县政府最近鼓励东石地区的蚵仔农加入食品源头追查制度，搁再补助起5间深蚵仔的示范场所，伫内面呢袂透风影影，也无这护身世界杯，蚵仔人也袂去剥到一个正水，希望会当提升在地蚵仔品质。蚵农甲官员做伙伫新起的空间破蚵仔。蚵农讲，伫遮唔免惊护身世界杯，唔但好势，阁真卫生。不会说受到这个苍蝇这样来沾啦，然后也不会有这个风的灰尘啦。然后我们在剥的时候呢，就直接可以把它放到容器，不用再加底下预先加水，就完全不会碰到淡水。嘉义县是蚵仔的产区，为了要增加在地蚵仔产业的竞争力，嘉义县政府辅导53户蚵农启用溯源制度，主动公开生产的资讯，唔但增加消费者的认同，嘛甲进口的蚵仔来做区别。上面会有透过一个 QR code， 让大家都知道生产履历的过程，这样就不会知道确认这个是国产的科。我们希望东石这个品牌以后代表的就是它是安全的，它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来源，还有很重要的，它对环境的关注。除了溯源制度甲工作环境的改善，现场嘛有一寡企业专工来了解这个计划实行的状况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，面对国外进口的竞争，国内蚵仔的产业环境需要提升，希望透过这个机会，唔但互消费者认捌，嘛互鼓励观望的蚵农增加信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